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保罗、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予帖撒罗尼迦属被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愿恁得到稳定甲平安。阮时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祈祷中不时想着恁。阮伫咱的父上帝的面前少念恁靠信心所做的工，出伫疼心甲劳苦，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毋忘所表现的坚忍。兄弟姊妹，阮知恁是上帝所疼所拣选的，因为阮传福音去到恁遐，毋是只有用言语，嘛靠大能力甲圣神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。照恁所知，阮伫恁中间的时做人啥物款，拢是为着要互恁得到利益。佮恁有学阮，嘛有学主。虽然伫真济苦难中，恁犹佫用信心所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。对安尼，恁诚做马其顿甲阿该亚全体信徒的模范，因为主的信息是对恁传出，毋若伫马其顿甲阿该亚，恁对上帝的信嘛传到逐所在，所以毋免阮阁讲啥物。因家己有讲起，阮伫恁遐的时，偌呢受恁欢迎。恁安怎离开偶像归向上帝，来侍奉活佮真的上帝？听候伊的囝对天来，伊互耶稣对死人中佮活，来拯救咱脱离要来的审判。